2021大堂中酒店诚意满满的沐月星陈卓光礼盒仔，内容结合了台式甲港式月饼口味，推出金沙酥、肉饼酥、黑蒜芝麻流沙、姜黄咖喱松子、莲蓉蛋黄、凤梨无花果等7粒经典又够创新的月饼，要让消费者吃好吃。这次的月饼里面有一个特色，那我想今天是结合到一个所谓传统的跟现代的一个结合。那今年的月饼里面大概有7种的月饼在这个里面。那我先跟大家介绍的话，第一个我们会用第一个很传统的莲蓉，那莲蓉，尤其月饼的月饼皮，透过就是用凤梨去熬成的糖浆去做广式的面皮，那里面的莲蓉是纯粹用台湾的莲蓉去熬成的。第二款里面，我想要跟介绍就是那个这一次引用是凤梨跟无花果，那。因为凤梨是用台南的关庙那特别去提炼出来的熬成的凤梨香味，然后加上那个欧洲的无花果的果干的味道，融合出所谓那个国际性，整个国内国外本土跟国际的一个结合，让大家可以享受到，就是说不管在国外都可以享受这同一个口味。第三个我想要介绍的口味就是黑芝麻、黑蒜、黑芝麻。那这一次是它一个比较创新的，而且又养生的。那黑蒜是台湾云林的黑蒜头那尤其黑蒜头加上黑芝麻都是本地的流产，然后透过这样，我们就把它做了广式的月饼，也是一样可以欣赏到这个养生跟不同的口味那最后一种的，我们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所谓今年也特殊的做用姜黄跟咖喱所融合，加上一些肉燥所提炼出来的一个所谓桃山饼皮。那我想这个意思就可以增加大家免疫这个方面这次的月饼礼盒仔不止美味健康，还有包含关怀小农的意义。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来帮助弱势的团体，尤其洪都拉斯，希望他们有一个希望的学校。那这个咖啡就是他们是小农所栽种出来的透过这样的搭配，饭店为了回馈消费者，在8月20号进行预定沐月星陈卓光礼盒仔，就会当享有8折的优惠。另外，还要加上价值2000块的餐饮优惠券，只要在饭店任何餐饮消费满1500，就当抵用500块，非常的优惠。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